不知，老臣问得那忙离君啊！冤冤见到分明无罪，不枉法，分明有罪，无罪，有罪，无罪，有罪，有罪，无罪，无罪。儿请不用争吵了，这有罪无罪嘛，还请丞相指教。万岁，臣闻说从前有一孔门弟子名唤郑生，他父母每次举棒当他，他是小棒当员，大棒当逃罪。他父母问他这是为何，郑生答道：小棒当不为有伤，大棒当口子要棒，杀将儿儿当时，岂非要加重父母的过错啊？此次他父母再言不是大棒了。万岁，郑生之言，推此即被举一反三，那冤狱受刑，可必是大棒当之。莽立军杀不到罪，岂非也要加重朝廷的过错？小事事情，大棒可罪，终身弑君，冤狱可逃，此类先辈生生之以血也。万岁！丞相真是不要多罪，经他这样身负领军，怎么一比呀？怎么样啊？莽立军不但道德无罪，而且道德好，道德好啊！真是嘞，莽立军越狱见到，确实无罪了。我请
相，你这个旨意呀，可要出得很近很义。丞相啊，你这个旨意啊，可关系到我女儿的终身大事哟。哎呀，恩师大人，你这个旨意可是有关民生的终身大事啊！丞相，你这个主意可要拿得好啊！丞相，恩师，这个旨意可是不好拿呀！丞相，恩师，恩师，让我再仔细的想一想吧。对，叫他想一想。万岁！一人仔细的想来，王夫元帅与莽家婚约在先，是有莽丽君，万岁立改是婚，王夫元帅与莽丽君成亲。要是没有莽丽君呢？要是没有莽丽君嘛，王夫元帅立改与国丈的女儿侍女小姐成亲了。恩师大人，这可万万使不得呀！哎呀，元帅，丞相旨意公平，元帅你不用多骗了。丞相，这是那莽丽君，他到底在哪里？是啊，这莽丽君到底还在不在？天知道了。谢罪万岁，朕愿弃官寻找莽丽君，哪怕走遍天涯海角，也要把他找到。莽丽君要是一年不见呢，我就找他一年；10年不见呢，我找他10年；要是100次不见呢，我就找他100次。好，真是多情多义真气如此。万岁，依人看莽丽君不用去找。怎么？只要朝廷统领国府专员张贴王榜，赦免莽丽君潜逃之罪，令他对案死守，也就是了啊。要是莽丽君不来头，难道我女儿等他一辈子吗？就他一个寒期嘛。那寒期多久呢？寒期1月。太短，寒期1年。太长2个月。1年。太长3个月。万岁，依人看至少现在在80之上。好，有朕做主，延期100天。哎呀，太长。
看去100天，你看。哦，元帅尽管放心，王放也成天下佳子，孟丽君岂为不闻不闻？不光元帅对他事事恩深义重，他岂有不想与你造家花奏之理呀？我是怕他这身剑道举目无亲，度日之年有心之为，他为不为早已不在生死了啊！生